这皇宫虽大，却装不下人心，人心太复杂了。太后的态度蒙昧不清，要救小蘑菇，估计得另想办法。我们现在必须找到日月神鼎，可现在不知道小蘑菇被六王藏到哪里去了。为了找鼎，这皇宫都快被掘地3尺了，估计这鼎呐已经不在原地。哎。皇上既然说持有神鼎者是皇位的继承者，那这神鼎会不会就在小蘑菇身边呢？我和小蘑菇已经四处找过了，可惜都没有。那现在的关键是救出小蘑菇。六王这个人穷凶极恶，小蘑菇会很危险的。于大人，你放心吧，我一定会想办法联系上小蘑菇，找到关押他的地方，把他给救出来。时间紧迫，我再想想对策，怎么说服太后。咱们分头行动吧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有了这宝图，就能找到神鼎。儿臣谢谢母后。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。你有没有福分，还得自己去找。这张图也是你偶尔从我这儿拿到的，我可什么都不知道。儿臣明白母后心意，儿臣知足了。如果你真的做到了皇帝的位置，要拿皇后如何处置呢？兄长的老婆也要染指，这岂不要落人口柄，为世人所不容？太后放心，只要我登基了，一定不再跟皇嫂有任何关系，皇嫂也不会再出现在本王面前。我确实累了，这人老了，就觉得这日子过得特别慢，我得歇着了。儿臣叩谢母后。儿臣先行告退。你看，我不想看到这张脸。都什么时候了，这是登上宝座的钥匙，你就忍一忍，看一看。咱们要活很久的，你说你干嘛要跟一个死人过不去？找到了。日月神鼎的地点就在皇宫的地宫，皇上来这个贱人的地方。快带我去，快带我去！哼，现在就去呀？当然不是。怎么样，找到神鼎了吗？神鼎根本就不在那。你是按照图上标明的位置找的吗？当然是按照位置找的，不过神鼎已经被人拿走了，因为地上有拖过的痕迹。会不会是？一定是天目通，他还假模假样把宝图给了太后，让我们白跑一趟。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他以为我没了神鼎就什么也干不了，所以我们造个假鼎，不就是个形式罢了？没被人发现倒好，要是被人发现了，发现又能怎么样？谁敢怎么样？这么鲁莽行事，会落人把柄的。此事不需要你管。行，我都是为你着想，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吧，只要不留下把柄就好。哎，六王，太后正在休息，你不能进呐！让！什么事儿啊？儿臣按照地图去找神鼎，可是早已被人拿走，儿臣根本没有找到神鼎。你好大的胆子，没有鼎还敢这么猖狂！你出师无名，拿什么登基？难道你还想欺瞒天下人？母后，我现在是最适合继承王位的人选。只要有权力，有没有神鼎又有什么区别？
实在不行，我们可以造一个假鼎，也能堵住这天下悠悠众口。你想怎么办？天下知道神鼎样貌的人无几人，我们按照实物造一个假鼎。只要太后你对群臣及天下人声称这就是真鼎，我便顺理成章登上王位，到时一切问题便解决了。小蘑菇怎么办？小蘑菇在我手上，捏死他就像捏死一只蚂蚁。于大人已经知道你把小蘑菇抓起来了，正逼我给你施压，让你放人。你这么简单处理，只怕会物极必反，总得给首辅大人一个交代吧。太后放心，我定做得天衣无缝。不过于大人他软硬不吃，这着实难以对付。哼，于大人不过是个凡人，最不好对付的是道法高强的天目童。当初引虎入宫，现在放虎归山，难呐！儿臣一定为太后解决困难，请太后等佳音。小蘑菇到底怎么回事？怎么就是联系不上？云姑娘，你在做什么？我现在已经潜入六王府，还没有找到小蘑菇。这样不行，太危险了。云姑娘，你具体在哪里？我去找你。不用了，你放心，一有他的消息，我立马告诉你。你先谨慎，跟小蘑菇取得联系。小蘑菇，你快出来吧。你把我东西还给我！哼，这就是天目童给你的东西，他对你也算不薄啊。我劝你还是赶快把我放了，我师父法力高强，一定会来救我的。你把我放了，到时候我还可以替你们求求情。求情？呵呵，你说如果我告诉他，是你把云香容出卖了，那天目童会在你和云香容之间选择谁呢？如果我告诉云香容是你抓到了宁妃，那云香容会对你怎么样？哎，小蘑菇，本王喜欢你的性子。把牢门打开。你饿了这么久，你是想吃这一桌的酒菜呢，还是想大刑伺候？有毒吧？哎，算了，我就是死，我也要先做个饱死鬼。小蘑菇，我问你一件事啊，你跟你师父这么久了，你应该知道怎么破他的法术吧？哼，原来你们是怕我师父法力高强吧？我这么说吧，我师父天人之子，你就算逼死我，我也不知道。那他喜欢什么，不喜欢什么，你跟他这么久，总应该知道吧？你问我师父的喜好啊，说了也没什么，他无欲无求，不吃不喝，不拉不睡，阿扎的地方呢他不去，所以说呢，
你是害不了他的。看来还是你想的太天真了。把他拉下去。干嘛？干嘛？我还没吃完呢！哎，刘文，我还没吃完呢！哎，别拿走了！哎，你，哎，还给我！王爷，你去准备一些，围攻天牧童，把他给本王生擒下来。是。云姑娘，他们又去做什么？我得跟上去看看，没准能探明点消息。太后那边可有消息啊？至今未见太后那边派人过来。再等一夜，明日一早进宫。是。什么情况？那是谁？不知道，看来已经射中他了。快抢流亡饼吧！天牧童死了。他被人救了，不过属下亲眼看到暗器射中他，不死也是重伤。什么人救的他？夜色中太混乱了，属下没有看清楚。会不会是云香容？属下定会全力搜查。好，天牧童受重伤，云香容还不成契合。现在所有困难都已解除了，我们要加快行动，以免夜长梦多。去吧。是，王爷。你先坐下，来，慢点，慢点。云姑娘，我们现在这是在哪儿？这我看过了，没有人会找到我们。这次真是有劳云姑娘了。你怎么样？哎，慢点，你伤口疼不疼啊？没有关系。你别动，我帮你把暗器拔下来。怎么样，疼不疼？伤口这么深，你别动，我帮你把毒吸出来。云姑娘，既然有毒，就不要吸了。你别管。云姑娘。喂，你有没有怎么样？你还好吗？你……其实，在这之前，我就料定他们会来找我。所以，那个里面一直都是你的幻身。亏我还这样救你！喂，你干嘛？云姑娘，只要我能救出小蘑菇，我就愿意和你一起出宫，愿意和你一起云游四海，可好？等你救出小蘑菇，你还要辅佐他当皇帝，你还怎么出宫？
只要我能确保小蘑菇是安全的，我就可以出宫。他要安全，只有当皇帝。如果他不当皇帝，他就得死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你是愿意，但小蘑菇他到底合不合适？而且你一路辅佐他当皇帝，有多困难，有多辛苦？不知太后考虑的如何呀？于大人是说襁褓一事？正是。哀家仔细看过襁褓，叫宫人来辨认，确实是宫中之物，也确实是当年的绸缎。李妃的字体哀家认得，那张纸并不是李妃所写，所以哀家想问问于大人，那个襁褓是从哪儿来的？太后，臣之所言千真万确，襁褓等物确实是当年李妃在弥留之际托付给陶公公的最后遗物，所写皇子的生辰八字也确实是真迹，小蘑菇确系皇子无疑。别说了，那个襁褓是伪造的。陶公公已死，死无对证。假太监小蘑菇长久以来冒充太监，秽乱后宫，按律当斩。且慢，太后，小蘑菇的身份，天目同道长可以作证，证明他确实是皇上的亲骨肉。天目同，就是这个天目同捣的鬼，他伪造了小蘑菇的身世，安排个傀儡来继承大宝，以为能获得荣华富贵。昨夜派人去问询他，他见事情败露，已经逃走了。可是太后，小蘑菇的手上持有日月神鼎可以作证，请太后三思啊！笑话，日月神鼎就在六王府的地宫之中，六王才是持有神鼎的唯一继承人。六王？难道太后已经承认六王是？六王是宫中合法的继承者，名正言顺。按照长幼秩序，也应该他继位。太后，若是皇上当初想让六王继位，又何必写此诏书呢？那都是大人和皇上在密室所说，并没有第二个旁听者知道。也可能是于大人听错了吧。如果按照于大人所说，假太监小蘑菇就是皇子的话，那么皇帝有什么必要把自己的亲生骨肉藏起来，而且一藏就是15年之久，甚至连哀家都瞒着？太后的意思是，微臣假传圣旨了？哀家可没这么说，哀家只是认为于大人老眼昏花，该退出朝廷了，免得神志不清，被人利用。告辞。大人，大人，哎，怎么只有你一个人？我让你请的李大人和张大人呢？李大人、张大人他们都被六王请到府上去了，小人连面都没见到。唉，都是一帮趋炎附势之辈。大人，那您打算怎么办呢？就算朝中之臣都被六王收买了，我也绝不妥协。53刻，将小蘑菇押赴刑场问斩。遵旨。
这是什么呀？这上面家人来自己。哎，你看这上面写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这是是个太监吗？太监。哎，看看呀，原来是个假太监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有必要这么清楚这怎么了？怎么办？去刑场。对呀，这个上面是怎么回事？哎，走吧走吧。放开我！你们不能这样对我！你们放开！我不要上去！救命啊！放开我！流王，流王，我错了，流王，流王，你放过我吧！我错了，我怕。我是皇子。对，我是皇子，你们不能这样对我！快去告诉太后！快去告诉太后！快去告诉太后！哎，别叫唤了，我不怕告诉你，就是太后让我杀了你，你可千万不要怪六叔哦。动手！大家好，我是演员王一宁，在剧中扮演六王爷，希望大家哎，来，我讨厌这种不看剧本的状态啊！行，3、2、1，希望我们的小视频，哎，不对，六王爷又忘说了啊！我讨厌。结婚吧？结婚？我凭什么要嫁给你啊？我被涮了。洗衣、做饭、烧水、煮菜都是你的。啊！啊！老婆，你碰到流氓了？流氓啊！混蛋，大混蛋！我是你老公。老婆大人，我回来了。滚！世彤，你是不是因为钱才爱上我的？谁啊？你哪位啊？世彤，我们先吃点吃吧。现在这么忙，哪有时间吃饭？我可以了解你吗？共同的敌人袁世彤。有人要杀你。你应该主动辞去红鼎集团总裁的职务。为什么恨我的人越来越多，帮我的人却越来越少？谁能告诉我这些到底是为什么？你再不回头，黑道白道都容不下我们！那我要先干掉段飞！杀！事成之后，嫁祸给段飞。你对云石彤只有任务，没有感情喽？段飞，你喜欢我吗？以后的日出都有你，对吧？不一定。花瓣散开，掉落，风轻着断手，秋过，谁剪了黄绸？痴心的结太多，多情真难过，这爱